铁柱啊，我现在跟甲方在一起啊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最有亲和力的甲方。你好，我拍的这部真人火影广告片呢，根据您的要求，最大程度还原了原片。好，那咱们就先看看片子吧。好。なぜだオビト。全てあんたのせいだ。リンを見殺しにするなんて。やめろオビト。お前の夢はほかげになることじゃないのかよ。这不是卡的啊，这是你们植入的要求嘛，自由使用神威啊，随时随地到处都是，对吧？哎，甲方爸爸的意思是啊，带土的眼神太空洞。空洞？带土是位悲情的角色啊，当他面对卡卡西啊，他那种仇恨、释怀、纠结的鸡一般的情绪，这一刻肯定会涌上心头啊！能不能从他发出的神秘的这个眼神里面体现出来呢？要有那种神威难藏泪，入木皆是林的感觉呢？我试试吧。一个眼神，8种情绪，而且有眼泪，入木皆是林。对，哎呀，都体现出来了，对吧？继续看。甲方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个背景太假了。这拍的是动漫啊，真人火影，那背景当然也要真的呀。就算是真背景，观众也看不出来啊。谁让他是甲方呢？你换个真背景再证明给他看不就完了吗？オビト、お前のカムイ空間は偽物だ。ふざけるな。偽物だって。喂喂，你这都穿模了。これで僕のカムイ効果。那继续。本当に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やつだ。待ってるぞ、絶対いい返してもらうぞ。お前が頑固しすぎる。カトン。ドトン。铁柱啊，这个特效会不会太 low 了？你给的经费就这么多？顶级特效是吧？怪不得，哎，顶级特效呢是做事情讲究这个剧情啊，只有这样的才能表达两个人复杂的人物关系嘛。好，他说特效呢就算了啊，剧情没有感染力。感染力？你这么抽象的概念我怎么 get 到？甲方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改。どうしたの？俺を絶望させたのはこの世界そのものだ。一番辛いのは心に親しい仲間がいないことだ。もういい。見ただろう。僕の心にはもう何もないぞ。痛みすらも感じられない。又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现在的游戏玩家都不能见血的。
你不是说要真人实拍的效果吗？这都贯穿心脏了，它能不流血吗？想想办法嘛。你告诉我，胸口破了一个大洞，怎么才能不流血？啊，最后一次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。見ただろう。僕の心にはもう何もないぞ。痛みすらも感じられない。哎呀，你消消气！哎呀，还有最后的 BOSS 没有出来呀，绝对是大制作，大制作！赶紧快进入10位，给甲方爸爸看。没这个必要。有，赶紧的！你上次只给了1次多特效的情绪。赶紧放！口寄せの術。甲方说要真实的10位，不要抠图，而且要让观众看到技能的名称。好喽。那个，咱片子也做出来了，尾款能不能结一下？見ただろう。心にはもう何もないぞ。痛みすらも感じられない。